大家好，歡迎收睇 Max TV。我哋今日為大家準備咗好多精彩嘅遊歷新容。演藝界終極巨動，大師鍾景輝今朝離世，遺留力臻完美震撼金句。為什麼在這個充斥人設嘅時代，我們更需要King Sir？當今呢個每人都可以成名15分鐘嘅全網流量時代，無數明星藝人用盡一切方法將自己包裝成無懈可擊嘅神子，稍微做出丁點成就恨不得開遍全網發稿吹噓，用無數浮誇嘅數據嚟堆砌自身嘅宏觀光環。但你有冇想過，一個真正用半個世紀隻手撐起香港演藝界、戲劇教育同文化事業嘅頂級泰斗，喺面對你一生最滿意嘅作品係乜呢個無數人試圖藉此自我貼金嘅問題時，佢嘅答案竟然只有簡簡單單、毫無花巧嘅3個字：下一步。今日3日清晨，全港演藝界迎嚟了一個令人心碎卻又無比祥和嘅消息，人稱King Sir嘅一代戲劇宗師鍾景輝喺睡夢中安詳離世，告別了佢橫跨大半個世紀、波瀾壯闊卻又大象無形嘅傳奇人生。消息一出，無數演藝界後輩、文化界同人以至全港市民都陷入了深切嘅哀思之中。但與一般巨星離世時那種充滿戲劇性，甚至帶點恩怨情仇嘅滿城風雨截然不同。King Sir嘅離去，乾淨得就如同一首完美演員緩緩謝幕嘅經典交響樂，餘音鴛繞之間，留低給這個世界嘅全是直擊心靈嘅澄明與震撼。到底一個點樣嘅人，先配得上喺離世之後獲得全城不分界別、由衷至誠嘅敬仰？我哋不妨將記憶嘅時鐘撥返去2018年11月29日，嗰日香港樹仁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表彰King Sir半個世紀以來嘅輝煌貢獻。同屆獲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嘅仲有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喺嗰場莊嚴嘅畢業典禮上，由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副教授黃仲明親自執筆嘅讚詞入面，用咗極具分量、充滿傳統文人風骨嘅4個字嚟總結鍾景輝嘅一生寬實清和。呢4個字看似四平八穩，但如果用我哋現代人嘅生活鏡頭去細細對焦，你就會發現佢蘊含住幾咁巨大嘅人格引力，律己甚嚴，腳踏實地係為實，待人以寬，包容後輩係為寬，謙虛和諧，平易近人，不愠不怒係為清和。讚詞入面更有一句話，直接戳中了當下這個充斥住虛假人設、演戲演到現實生活嘅網絡世界。他不是在做戲，而是真切的在做人。現代人生活喺社交媒體嘅高光濾鏡下，每個人都喺度做戲，返工要扮演專業精英嘅劇本，放假要營造歲月靜好嘅舞台，甚至連悲傷同憤怒都要精準計算點擊率，虛偽與真實嘅邊界早就模糊不清。但King Sir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佢一生演過無數經典，在導演椅上調度過無數風雲，更在課堂上親手栽培出無數撐起香港娛樂圈半邊天嘅天王巨星。但在舞台之下，鎂光燈熄滅之處，佢卻將所有嘅演技卸得一乾二淨。佢喺獲頒博士後接受傳媒訪問時，曾笑稱自己過往無論喺教書定上演戲方面，均有各自嘅樂趣。教書時要令學生投入課堂，其實都有啲演戲成分喺度，但那種演戲僅僅係一種為了說服學生信服書本內容，再加入個人經驗去實踐嘅教學手段。這種將表演降為成純粹嘅傳道工具，而將真誠當作人生唯一底色嘅微觀智慧，正正係當今浮華名利場乃至整個焦慮社會最匱乏、最需要服食嘅精神維他命。更令人深思，甚至值得在全網引發一場關於現代成功學大辯論嘅，係King Sir對於謙虛呢個概念嘅終極解讀。當被記者追問點解到咗行業嘅金字塔頂端，頭頂無數光環依然可以幾十年如一日保持如此低調溫和嘅微笑時，老人家留低了一句看似大白話，實則振聾發聵嘅金句：你幾叻都有人叻過你，自己所認識嘅嘢都有個極限，自己識嘅嘢就盡量攞出嚟，用喺教學方面。喺呢個信奉狼性文化、流行自我營銷同高調邀功嘅現代職場，King Sir嘅話簡直係一股逆流。當今嘅社會邏輯話俾我哋聽，做人一定要搶火，有3分實力要吹成10分，否則就會被時代無情淘汰。但King Sir卻用佢大半生無人能及嘅崇高成就，完美駁斥了這種功利主義嘅膚淺邏輯。
佢嘅謙虛絕對不是源於對自身能力嘅自卑或者懦弱，而是源於對藝術、對知識那片無邊無際海洋嘅絕對敬畏。因為懂得極限，所以從不自滿；因為見過高山，所以甘願成為基石。這種敬畏心直接延伸出佢那個最經典、最有力臻完美個性嘅答案。最滿意嘅作品永遠係下一步，因為每做完一部作品，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始終都會覺得點解當初唔咁樣做呢？總會發現有改良同提升嘅空間，所以永遠在等待下一個機會做得更好。這種永遠覺得自己重有排學，永遠將目光投向未來嘅空杯心態，在老人家身上形成了一種極具震撼力嘅對立與張力。一邊係宏觀地位上近乎神級嘅業界教父，一邊係微觀心態上近乎小學生般嘅求知欲與反思能力。相比起現在一些稍微有點網絡流量就自封天王、頂流，甚至連劇本都未讀熟，台詞都講唔清就咁喺片場耍大牌，不容置疑嘅年輕藝人，KingSir嘅存在就像是一面無情卻清澈嘅照妖鏡，清清楚楚咁照出了浮華背後嘅空洞與蒼白，亦話俾所有人知乜嘢才叫做真正嘅大將之風。在當天嘅採訪中，從隱藏住一段極具人文情懷嘅文人風骨傳承。KingSir動情咁提到，自己幾十年前喺香港中文大學前身崇基書院就讀嗰陣，曾經修讀過已故樹人創辦人兼前校長鍾其榮博士嘅課堂。對於今次能夠獲頒樹人嘅榮譽博士學位，佢滿懷感激。幾十年時光流轉，昔日校園裏清潔、聆聽教誨嘅青年學子，成了名震香港、點亮香港戲劇一代江山嘅大師。而昔日那份在艱苦歲月裏堅持辦學、傳道授業解惑嘅火種，透過樹人大學榮譽博士嘅荒蕪，完成了一次跨越時空、最美妙嘅精神閉環。這絕對不是簡單嘅名利互捧，而是一代香港文化人之間關於尊嚴、學識、人格魅力以及對教育執着嘅薪火相傳，讓人看見了在冰冷嘅現代資本運作之外，香港底層文化血脈裏那份相濡以沫嘅溫情。讀到呢度，或許好多人會為KingSir嘅離去感到無比悲傷，甚至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發文哀嘆，認為隨着老人家嘅睡夢長眠，香港演藝界那個最輝煌、最講究風骨同實力嘅黃金時代已經徹底終結，留低嘅只有一個無法填補嘅巨大黑洞。但如果我們此時此刻陡駕轉向，將目光從死亡嘅陰暗面抽離出來，用一個更宏觀、更具人文關懷嘅視角去審視，你會驚覺KingSir嘅離世其實從來不是一場時代嘅悲劇，而是一次近乎功德圓滿、極致優雅嘅得道謝幕。佢冇經歷漫長病痛摧殘帶來嘅狼狽與不堪，冇在鎂光燈逐漸暗淡、市場逐漸將高齡藝人邊緣化嘅殘酷現實中流露出一絲不甘，而係選擇喺今日這個最平常嘅清晨，在最溫暖、最甜蜜嘅睡夢中，安詳地交出了人生舞台嘅最後一份完美答卷。佢留俾呢個世界嘅，不是一個空虛嘅座位，而是一整套關於如何優雅地老去，如何真誠地做人，如何在名利名將中保持靈魂高貴嘅標準答案。正如樹人大學當年嘅讚詞所言，佢身教言教，點亮了香港戲劇。如今，這位提燈前行，照亮無數後輩黑夜嘅老人，雖然緩緩步入了夜色之中，但佢一生所點亮嘅千萬盞戲劇之燈、人性之燈，早已經遍佈香港各個角落。我們不需要為KingSir時代嘅終結而流淚，因為只要當後輩演員在舞台上因為發現一絲瑕疵而渴望在下一步改良時，只要當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懂得幾叻都有人叻過你而低下高傲頭顱，保持微笑時，鍾景輝那寬實清和嘅靈魂就從來未曾離去。佢傾盡一生雕刻出來最完美嘅作品，其實從來都唔係邊一部經典劇目，而係那個活在現實中，用謙虛同微笑征服了時間嘅自己。多謝收看，如果你鍾意，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頻道。我係阿珍，下次見。